各位嘉賓、校長、家長、老師、同學，大家好。我哋今日想同大家分享老師機械人呢個設計方案。當我哋細心觀察，原來作為一位老師，佢哋嘅壓力都幾大，每日長時間地工作，放學後仲要留喺學校改功課同出卷，好多時候放假仍要兼顧工作。我哋希望可以解決呢個問題。而家係 AI 嘅年代，我哋希望善用科技去減低老師嘅工作負擔，所以我哋希望設計一個老師機械人，去減低一啲老師日常重複性嘅工作，等老師可以有更多時間休息，同埋花更多時間去關心和陪伴唔同嘅學生。呢個老師機械人主要從兩個層面去解決問題。第一就係從教學層面，老師機械人透過 AI 繼續幫助老師批改學生功課。AI 已發展成熟，市面上已經有不少可以批改功課的應用程式。香港某間中學今年開始用 AI 平台改卷，老師要花1個星期時間改一晚作文，利用 AI 平台只需要15分鐘便能批改完成。此外，老師機械人係可以替代老師上課或平時嘅補課，透過播放老師預錄教學影片，或用機械人將平時上堂嘅課堂錄低，之後可以喺其他課堂以及同學需要額外補課時播放，減輕老師嘅工作量。第二就係從老師精神健康層面，老師機械人除了可以減輕老師嘅工作量之外，仲可以幫老師減壓。喺老師平時改功課時，老師機械人有智能陪伴嘅功能，會播放減壓嘅音樂，替老師精神上減壓。此外，同學可以每日任何時間喺學校嘅網上平台度寫低或者錄低對老師嘅打氣説話同祝福，老師機械人就會喺智能陪伴嘅模式下讀出或者播出同學嘅祝福，為老師打氣。透過老師機械人，希望可以從教學層面和精神層面、健康層面，實際減低老師嘅工作量和壓力。呢個就係我哋老師機械人嘅設計方案。多謝大家。好多謝老師機械人。在座咁多位校長，會唔會對呢個老師機械人都有興趣呢？或者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嘅同學仔？好，趙校長。係好多謝同學啊！呢一組同學，我身為我之前都係做老師咧，就係好窩心啊！聽到你哋咁關心，尤其是係喺好攰嗰陣時候，又提醒下，有啲音樂啊，又提醒下佢休息啊，咁樣咧。我相信咧一定係好受歡迎嘅。你能夠推廣到去全港咧，咁啊所有老師都知道你哋咧對於我哋社會上面嘅貢獻咧好多啊嚇。嗱咁我都希望你哋咧都係身心健康、生活愉快嘅。你能夠咁有同理心咧去為老師去着想，咁啊真係好開心。希望你哋學咗呢個 app 之後咧，或者做咗呢個機械人之後咧，更加推廣。令到你嘅家長啊，令到校長啊，咁都要好身心健康喎嚇！多謝晒你，希望你成功嚇。下一位嘉賓。我覺得你呢個 solution 好好啊。其實咧，我可能其實冇乜問題問你嘅。我想 add on 少少，可能幫到你哋一啲嘢。買你呢個 solution，可能最後係做咗個機械人嘅一個智能改卷一個 app， 或者真係一機械人有手臂嘅機械人啦，係咪？最後買你嗰個產品嘅人呢，會係邊個？你知唔知？呢個客會係邊個？我諗應該係老師、校長佢哋咯。係啦，其實係校長嘅。所以呢，可能如果你 convince 校長嘅時候呢，可能俾多個 tips 你，你可以同佢講：哦，其實呢，你哋係咪請唔到人啊？而家
香港教席好多懸空咗喎，係咪啊？你可以用呢樣嚟 convince 校長話：喂，其實你請唔到人，嗰15%嘅教席嘅懸空咧，不如我用我呢個機械人幫你手啊，係咪？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我哋叫一個 value proposition 俾一個校長嚟買你嘅產品。再行多一步咧，同佢講：哦，原來請一個老師要咁多錢。哦，原來改卷頭先我見你 cap 咗01教育一個嘅新聞出嚟，每篇卷每份卷幾多錢啊？去改？你有冇留意自己嗰個新聞啊？5仙啊嘛，頭先係嘛？唔係5仙，係咪嗰啲係咪叫5仙啊？其實我唔係好熟呢個 currency 啊，已經。OK， 5毫子一篇啦，係咪？咁你有好抵玩嘅一個數字喎，係咪？咁所以你可以用呢兩個點嚟 convince 你嘅校長，其實係啦。好多謝嘉賓寶貴嘅意見。校長就坐喺後邊咋，所以咧你哋咧今日咧就碎咗佢。咁同埋阿 Tyler 咧，佢就係做機械人公司嘅，所以嗱今日上嚟咧，其實大家咧就係你哋已經研究咗咁多嘢啦。咁你哋其實要碎大家嚟幫手嘛。咁所以要用把力。咁嗱，你應該話阿 Tyler 哥哥幫下手說服下校長，咁呢件事咪得咯，係咪？好嘛？OK， 多謝晒。好多謝 Aaron， 我都講多幾句好啊我就覺得好窩心啊！即係你哋咁細心睇到嚇老師嘅需要嚇，咁亦都咧想騰空一啲時間嚇，可以俾佢哋減壓啊，而當中又有音樂喎。呢個咧正係我哋咧好需要嘅一個工具嚟㗎。頭先咧嚇咁就俾咗意見你，睇下點樣可以說服校長幫你買啲啊，又有人幫你研發。嗱咁咧，如果你哋真係有咁樣嘅諗法咧，我都會係你哋嘅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位嘅買家喎。咁就因為事實上係大家都好關心老師嚇，多謝晒你哋為老師係嗰個打氣嗰個心意嚇。我諗在座好多老師都會好開心嚇，預祝你哋成功。好多謝鄧博士，都多謝老師機械人組，可以先行落台就座。